再次谢谢牧师。怎么了？可以了吗？好，谢谢。那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表演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请到一个最热门的天团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也会。来，老师音乐下。安和平安，安和喜乐，平安喜乐。爱我耶稣，爱不爱你？耶稣爱你，平安喜乐。耶稣爱你。我们教会欢迎你。我们教会欢迎你。好，谢谢。终于看到大家的笑容了，太感动了。好，那我们掌声欢迎五月天。大家好，我是五月天阿信的好朋友。那些小朋友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团员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是阿信的好朋友阿林。来，我是阿信的好朋友阿忠。为什么大家都是阿信的好朋友呢？怎么没有石头呢？我阿哲的小朋友。什么东西？好，那我们再次掌声一下，欢迎五月天好不好？谢谢。双手绝对不放下，一站是不是
声的唱，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。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下。一站是不是天堂？就算失望，不能绝望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。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。就这一次，让我大声唱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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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算失望，不能绝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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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就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。谢谢。好，既然安可的话，那我们来教大家来唱。好，我们来唱下一首。接下来我们要地球表面是吗？没有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们接下来我们唱圣诞节非常应景的歌曲。那待会呢会后我们有要报佳音，欢迎大家参加。那在报佳音的过程呢，我们就会唱这首歌，很欢乐的去报佳音。好，请。会唱的一起来唱。夜里真平安，照着耶稣来世上，所有的消息他宣扬，人体希望他点燃，真光你照亮，照亮在人心上。这首应该还蛮摇滚的，跟着一起摇啊！就初夏长，那地阶它群望，远处与悲怆，祝天方歌唱，祝天方歌唱，祝天方歌唱。就初夏长，那地阶它群望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待会应该不会唱那么快啦，要不然会喘不过气来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很神奇的歌曲，因为据说听到这首歌的人，只要是就是常来主日的人，都会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。对，尤其是通常会站起来握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相似呢？好，那我们来唱这首《我们成为一家人》。我们站起来，彼此问安，好不好？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胜过彼此名。因着耶稣的接近，因着耶稣的名，因着耶稣同享同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面前，因着耶稣同享同生的产业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胜过彼此名。因着耶稣的接近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面前，因着耶稣同享丰盛的产业。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胜过彼此名。因着耶稣的接近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面前，因着耶稣同享丰盛的产业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有